艾爾斯漢房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大埔全新項目上賢。項目環山而建，大部分景觀呢都係自然嘅山景。項目前後1到7座，涵蓋開放式至4房。而屋苑提供10萬尺會所，前後有3個部分，提供50項設施，包括室內外泳池啦、小朋友玩嘅地方啦、打波、做 gym 同埋餐廳。發展商萬科咧想營造呢度係一個瑞士山居嘅生活，所以特意邀請大師級團隊去設計呢度嘅。而項目揸車過去九龍站都係20分鐘左右，去中環大概30分鐘。今日介紹單位呢係一個3房半單位，實用面積713尺嘅。你見到客廳呢都係一個長直型開則啦，主要都係木地板為主。客廳行出嚟露台呢係一個3合1露台，可以放小餐台。維修位置都喺呢度。閒日嘅時間呢，飲下紅酒、食下早餐都幾方便。好啦，我哋望翻飯廳位置。飯廳呢可以放到4人小餐台。大門玄關後邊呢有個組合櫃嘅。主要可以擺鞋啦。我現場度過2個手掌心啦，足夠放到15到16對鞋左右。有上邊呢有個儲物空間嘅，旁邊有個飾櫃，可以擺下啲電話啊，出門口放下鎖匙咁樣咯。下邊呢可以放啲家居鞋。而廚房位置，設計師將自然融入設計，顏色以綠色、木色同埋灰色為主調。另外爐頭同埋蒸煮焗爐都係 Delicious 嘅，隨樓附送。發展商都非常細心，隨樓附送3合1水龍頭，仲要有3個function㗎，有得即時飲過濾咗嘅熱水啦、過濾水嘅凍水啦，同埋自來水嘅。上網睇返折咗都14000幾嘅，發展商都非常抌本。另外雪櫃位置呢都係採用咗 Delicious 嘅，都係法國品牌。嚟到姐姐房位置，都係有自己私人空間同埋獨立套廁。嚟到睡眠區位置，每一間房嘅製面呢都係用靚嘅牌子。嚟到浴室位置，都係以木色同埋灰色為主調，仲有大量儲物空間。嚟緊應該下星期初就會開價㗎啦。如果大家想睇最多嘅資訊、最 update 嘅價錢，歡迎加我 WhatsApp 或者微信啦。到時唔知會唔會有淨係俾100蚊厘印費嘅單位呢？